甲布袋戏扮身搬上台，随后还佫有徛灯果仪式，供用3界神明来祝福。这场由台南市文化局制作的风调雨顺大戏，好佳在无受到风台沙道里影响，顺利演出。风调雨顺，正好印证了大家的心境。对于台南，事实上王爷加持合作保庇大家都平安。这出戏以基乎建设发挥做故事主轴，由主演苏大侠甲小女阿兰带领观众穿越无同时空的台南。台南设计成一位少女，那这位少女她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好像有点不太快乐，以前很快乐。那我们在为什么她不快乐的原因，然后我们在中间把它展示出来。那在这中间就会看到所有过去的传统，然后跟就是创新的一些表演手法。当中会当欣赏到宋江丁、含金赛丁，还有女性资金等8个奖。参加文化奥运的洪中顶看蒙歌团，另外台南出身的京剧歌后周嘉文，嘛再来无同年代的经典歌曲。我敢就是台南，无唔对，你就是台南。这摆竟运用5G 科技，互虚拟甲现实融合起来，打造浸水式体验。风调雨顺，互宗教层面转化到表演艺术，唔仅代表文化传承精神，更互大家感受到台南48冬以来这片土地风华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